5號颱風麥德姆登陸徐聞，6號凌晨麥德姆剛剛離開。下午3點54分咧，我已經到達咗徐聞啦。我應該係大灣區第一批颱風過後到徐聞旅遊嘅遊客。嗱，點解我咁急不及待要去徐聞呢？第一，因為佢有最美嘅南中國海岸線；第二，佢有歷史悠久嘅人文景觀同埋各種特色嘅小食；第三，佢仲有全世界規模最大嘅菠蘿種植基地菠蘿海。今期同大家出一期徐聞嘅國慶旅遊攻略啊！嗱，第一站咧嚟到我哋徐聞嘅縣城。徐聞縣城嘅城中心結構有啲特別，佢係以燈雲塔為中心，東南西北有4條街連接燈雲塔，煙火氣咧匯聚於此，車水馬龍，十分之熱鬧嘅。聽講咧呢支燈雲塔咧既係文塔，亦都係武塔，係建於明朝萬曆年間。徐聞本地人咧都好中意拜燈雲塔，燈雲塔雅稱雁塔朝風，係一支文筆。所以咧拜下佢咧可以開智慧同埋學業進步嘅。我亦都曾經聽過一位徐聞嘅歷史學者同我講咧，燈雲塔咧其實係武塔。喺明朝期間咧，徐聞已經係海上通商繁忙，十分熱鬧，但常有發生船隻沉沒事件。但據說咧係海怪為之，經高人指點，在此處建塔鎮海怪，船隻往來就平安順利。所以咧，燈雲塔咧亦都係一支武塔，可以保一方平安嘅。徐聞本地人咧喺早餐同埋中午咧都中意食一種叫煙粉，有少少似桂林米粉，加上花生啊、蘿蔔乾啊、肉水咁攪拌之後食咧，口感清脆香口嘅。八寶飯係徐聞人結婚擺酒先有嘅一種食品，係以甜糯米拌以紅棗、糖果、蓮蓉、雞蛋等等，食落去咧口感甜糯，係十分之甜口嘅。徐聞年糕外邊係甜，中間係鹹，入邊咧係豬肉餡嘅，食落去咧好似食粽咁嘅感覺嘅，軟軟糯糯。白斬雞、白斬鵝、白斬羊，徐聞當地人咧都係十分喜好嘅，味道都唔錯，大家可以試下啦。咁第二站咧嚟到中國嘅最南端南極村。附近咧亦都有好多民宿，大家可以入住，環境十分之優美嘅。如果遇上潮退咧，大家仲可以體驗一下趕海嘅樂趣啊！當然啦，捉唔捉到大貨咧就要靠運氣啦。畢竟咧我哋唔係專門趕海人，體驗係更加重嘅。呢片海岸線十分之優美，南極村嘅地標建築係角燈塔。當年收復海南島嘅先頭部隊咧就由此出發登島收復海南島嘅，至今咧仲保留住呢座指揮所喺度嘅。呢度環境咧十分之浪漫，有時間朋友咧可以住多2晚。附近咧仲有藝術家部落、珊瑚保護區等景點，大家可以望望啦。而隔籬嘅菜市場咧，煙火氣亦都十分濃烈，亦都有好多海鮮賣嘅。第三站咧嚟到菠蘿海啦，嚟到菠蘿海，仿佛進入咗一個風車王國啊！呢度除咗一望無際嘅菠蘿田咧，仲有數之不盡嘅風力發電嘅大貨車喺度打卡，十分出片啊！好適合親子遊，仿佛走進咗一個童話世界啊！走嘅時候咧，記得買翻啲菠蘿縫啲翻去做手信啦，好食又唔貴。暫時講住咁多先啦，有咩好嘢我再同大家分享啊！